是咁的，我尋晚冇嘢做，打開咗個電視，重播《陰陽路》，我有份做嗰套啊，自己睇翻自己，傻的嗎？加上我都演得相當恐怖啊，所以我淆底轉台，睇到有個節目講靈探，去嘅就係元朗達德小學。講起達德，我都有段故啊，都幾猛嘅。膽小慎入，不喜勿插，利身先。呢個係我朋友嘅故事，而我嘅朋友唔係我啊，佢住喺達德嗰頭。早10幾年有一晚，佢開完嘢攰到死啊，一返到屋企即刻瞓咗，點知佢就聽到樓下好嘈，嘈到啪啪聲，唉，好日都冇得唞下，一瞌着樓下就開 P。 喂，周圍冇人住噶，開得 P 一定係樓下嗰家人， IP 都唔使 check 啊，屈都有火啦。佢不停對住出邊個 Hi Auntie， 講完之後全屋靜晒，成間屋嘅燈啪一聲，啲燈熄晒。佢個心諗頂，嘈到 fuse 都跳埋。咁佢就行入廚房，諗住開翻個總掣啦。點知一入到廚房，嗰個水喉開到叭叭聲，哎呀，有啲唔妥啦。佢即刻拎住條鎖匙走人。而佢嗰晚就叫埋老婆同個女翻外家瞓啦。件事未完嘅，我呢個朋友即刻去搵屋搬，不過工作嘅關係，佢都係搬翻去嗰頭。有一晚，佢單拖去新屋度執嘢，怪事又嚟啦，啪啪聲再出現。不過佢今次聽得好清楚，係步操聲。有傳達德嗰頭夜晚傳出個步操聲，係屬於當年抗英嘅烈士。全屋嘅燈又再熄晒啊！不過今次就唔止係廚房嘅水喉啊，就連廁所嘅花灑自己都開到叭叭聲，連電視都開埋。佢本能反應大叫咗句：亞太區，你個亞太區嚟個喂！梗係唔係啦，我見咁恐怖，搞個 get 舒緩下啫。其實佢係講：大佬，我哋無仇無怨，求你放過我啦。講完大約3分鐘之後，啲水喉、花灑、電視機自己熄晒，燈着翻。自此之後就再冇怪事發生過啦。而佢就懷疑自己當日亂嗨，唔小心嗨到啲靈異嘅嘢翻嚟啊！道咗歉之後，事情就告一段落。本人對於呢位朋友嘅動態並不存在任何意見，但基於原則嘅問題，我必須第一個回應。呢個故事係教訓你哋，千祈唔好亂蝦人。而當你而家都唔明白點解嘅話，我都只能說一句：少年，你太年輕啦。